新北市长高虹安防指控讲，伊做立委的时阵涉嫌诈领助理费，还有加班费。经过法院要到1年的时间来审理，今日宣判一审依照贪污定罪，判高虹安有期徒刑7年4个月，体罚公款4年。高虹安伊是强调讲一定会上诉，而且宣布退党。高虹安立委时期的4名办公室主任，甲因判无罪或者是假罪。牵涉到贪污证据真侪届出庭，新北市长高虹安互人控告立委任内涉嫌假报也是假报助理收金甲加班费，佮用零用金制度要求部属缴差价，诈领超过46万。经过法院将近1年的审理，26互人依照贪污定罪，一审判有期徒刑7年4个月，体罚公款4年，专案还佫会当上诉。那明知道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不管是酬金也好，加班费也好，都是由立法院直接拨入各公费助理个人的金融账户，并不能算是立法委员薪资的一部分，也不是对立法委员个人的实质补贴，但是竟然跟黄惠文、陈焕宇、王玉文有本件的犯行。合议庭指出，高虹安已经做甲立委应该都要清廉，煞利用职务的机会诈领助理补助费，增加会当运用的所费，败坏官名。法院认定诈领金额有12万元，共案被告也有高虹安担任立委时阵4个办公室主任。当然，心情上会受到影响。法官至少有告诉我们说，加班费他承认我们大家都有加班的事实，所以我们并没有虚报加班费。前助理王玉文亲身到庭听判，为前早到审理高虹安的前助理，敢若以否认犯罪，即届互人判刑2年，缓刑5年，心情加减受影响。会讨论是毋是要搁上诉？其他包含小兔、黄慧文、陈焕武，各互人判1年至2年的刑期，也拢得到缓刑。安尼但岳凯一审互人判无罪。法官今天的宣判和10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非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大的差异，更是前所未见。我也要在此警告，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你们不会得逞。一审互人判有罪，高虹安大声回应讲一定会上诉，高宣布随退党。民众党是回应退党的相关作业会依照规定办理，对于判决的结果嘛表示真遗憾。我们支持高虹安上诉了去争取自己的清白。我相信他本人是没有说要去搞什么贪污的意图的。这个判决不仅还给受迫害的这个助理们一个公道，更说明高虹安市长是如何滥用自身职权，剥削员工下属的恶行。这项判决严重影响到当事人的本人，那么也关系到整个新竹市政的稳定发展以及市民的一个权益。专案政党拢真意外，引起政党的攻防。总共还未定案，暗过庭制度法明定县市首长等人，若是涉嫌贪污等罪，一审互人判刑，都要先停职。主席的内政部回应，即马开始停止高虹安新北市长的职务，由副市长屈新万代理。记者综合报道。